你有幾耐冇試過素顏出街呢？其實只要我哋俾少少心機，好好管理下自己嘅皮膚，就算素顏，你都一樣可以好有自信咁行出街。其實護膚最重要嘅步驟就係清潔同埋去角質。當你將自己皮膚入邊嘅污糟嘢洗乾淨，同時間去除咗一啲老舊嘅角質嘅時候你所用嘅護膚品先會真正嘅吸收嘅。但係隨住我哋嘅年齡增加，新陳代謝下降之後我哋嘅角質就會脫落得越嚟越慢。如果佢一路累積咗喺我哋皮膚表面，就會阻礙我哋吸收護膚品嘅營養。所以我哋係應該要用唔同嘅去角質產品去幫助自己去更新皮膚嘅。當呢啲嘅老舊角質去除咗之後無論我哋使用嘅係精華啊、爽膚水、乳液，佢哋都可以大大咁樣被吸收。大部分人唔敢素顏出街，都係因為覺得自己嘅皮膚冇光澤。但係其實只要你做好清潔同去角質，你嘅皮膚就會開始改善，變得有光澤。到時你就會有自信去素顏出街㗎喇。記住，自信先係你最好嘅妝容。